希望大家記住呢一日，真正香港出國嘅一日。撩開我啫，撩開我啫，香港 wrestling，香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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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restling，係香港出國最艱苦嘅一個月。6月，香港嘅出國手去咗 WWE。6月，啱啱輸咗嘅李先生，同埋我何浩倫去咗 WWE 嘅擂台。全世界超過1億人會知道香港出國係存在嘅。6月26號，即係今日，本來大家係有女子出國睇嘅，而家變咗喺度睇女子出國手。不過，亦因為大家嘅支持，今日係真真正正純粹香港、真本土、真香港嘅出國。Hong Kong wrestling， Hong Kong wrestling， Hong Kong wrestling， Hong Kong wrestling。大家仲即係有意思回水嘅話，我俾多3秒鐘你哋。下一次嘅香港比賽，我唔知幾時，因為有太多艱難嘅嘢，我哋要去處理。所以希望無論下次出國比賽係幾時，希望你哋都可以再次嚟到呢度，一齊出國手。係有挑戰者出嚟㗎，不過冇，因為大家都唔知道香港出國仲有冇未來。Hong Kong wrestling， Hong Kong wrestling。多謝大家支持，記住讚好我哋嘅 Facebook， 多啲睇我哋嘅 Facebook， 多啲留言。唔中意嘅話俾我哋知，宇宙空間你覺得矛嘅，上我哋個 Facebook， 屌鳩我哋好唔好？水。